大家係咪成日收到陌生來電咧？嗱，又打嚟啦！這裏是衛生署，你有一份醫療文件尚未領取。如果你繼續收聽嘅話，廣東話按1字，普通話按9字。無論你揀咩語言，接聽嘅都係普通話。如果你仲要繼續，就會有真人扮內地公安同你通話，同埋 send 有你個人資料嘅拘捕令俾你，咁都繼續接聽啊？個假公安就會叫你交保證金，唔好同其他人講，同佢保持聯絡，仲有將自己嘅網上銀行戶口密碼交出。佢哋會向你展開連串心理戰術，包括建立權威、要求保密、定時報到。如果你到而家都唔收線，咁你畢生嘅積蓄就會一鋪清袋。記住啊，收到啲咁嘅電話錄音，一律要咪亂聽、咪亂聽、咪亂聽啊！懷疑被騙，即打防騙易熱線182222。